今集介紹孖角電梯樓，長江建築，用料上乘，約1400尺建築面積，3房2廁的單位。一入屋左手邊就係主人套房，窗外望山景。半開放式廚房，要改返獨立廚房都好輕鬆。單位最大賣點係真正背山面海，長廳設計，擁用永久靚景。兩間客房一啲都唔細，業主將其中一房改為衣帽間。樓齡31年，火數少，環境清幽，空氣清新。重點價錢只係5字頭多啲，有興趣隨時聯繫小編約睇啦。